给7亿人口带来希望，所以那时候根本按耐不住就起针了。每次刺绣都是针随心动、线随意飞的结果，不能错过林来疯热潮。黄丽丽花1个月绣出林书豪。心肝愛動腰，很愛落感情。需要很细心，还要放感情。仔细看发现，黄丽丽不止在布上头刺绣，从五金行买的不锈钢纱网也拿来创作。这个是园艺用的，园艺用的那个网。纱网上的孔洞正好方便针线穿梭，是黄丽丽想推广刺绣独创的方法。她专攻乱针绣，可不是乱绣，而是相对于传统刺绣工整的针法，以针线为笔，像画画一般去刺绣。到社区大学上的课，让原本在外商公司上班的她爱上刺绣，发现自己应该思考，是不是一定要活在忙乱的节奏中。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我们台湾的东西好像在外商公司不被重视啊，或者什么那种一种情感，在刺绣的时候刚好有个机会可以表达。最近甄嬛很有名，也是这样吗？甄嬛也是要刺绣啊。5000年中华文化的母体艺术，黄丽丽想转化出台湾刺绣的独特性。作品曾经入选 APEC 地方文化产业博览会，不断绣出乡土的文化特色、传统现代的演变。更喜欢背着绣架走入人群，偶尔公园里运动的老人家会开心地跟她分享自己刺绣嫁妆那些岁月风华。黄丽丽更希望分享，刺绣不只是不出门的闺女手艺，是可以让人气定神闲的一门生活艺术。外面需要什么，他们要看什么绣什么，其实我就放我的心在里面而已。有观赏者告诉黄丽丽，好久没有的感动在她的作品里发现。她不只是想把刺绣工艺传承下去，也希望人们有机会跟她一样体验慢活的趣味。心肝愛動腰，行愛落感情。心肝愛動腰，行愛落感情。